各位麗港城街坊，會唔會留意到喺茶果嶺海濱長廊旁邊零零舍舍有一幅空地呢？環境及生態局計劃喺茶果嶺偉樂街呢一幅新嘅油站用地，重置現有嘅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並且同時增設高速電動車充電樁，推動香港綠色運輸發展。呢一項重置工程源於政府早前為 VTC 興建茶果嶺新校舍，而騰空茶果嶺海濱用地，新站距離現址約200米，佔地6000平方米，並已獲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作加油站用途。為配合政府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及公共巴士和的士綠色轉型路線圖，新站將設不少於54支高速充電樁，功率達100千瓦，支援所有類型嘅電動車，包括電動的士同電動公共小巴。同時，石油氣加氣槍數量將由現時24支減至12支，以降低環境影響同安全風險，而且會逐步降低至最少6支。政府文件提及可減低對毗鄰設施同茶果嶺海濱長廊使用者嘅潛在安全風險，變相係首次認同我哋關注組當年對潛在風險嘅睇法。新站設計亦考慮交通安排，將增設長275米嘅的士輪候車道，可容納46部的士排隊，避免車龍影響附近道路。政府已就計劃諮詢觀塘區議會同埋啟德海濱發展專責小組，並預計於2026年上半年招標，期望喺2028年第3季投入服務。茶果嶺氣電站落成後，將同時提供石油氣、加氣及電動車充電服務，為香港邁向零排放交通踏出重要一步。各位街坊，你哋對於茶果嶺海濱一帶有呢個安排有乜睇法呢？